家好，欢迎收看福气来了。今半日下伫节目当中，瑞台听人大家呢，共下来享受俩后生人来唱的客家歌谣吼。俩新年组合呢，记得当贴片，就是当冇强语言的歌曲。香港呢系俩1、2年伫客家音乐界呢开始来发表几多的作品，到底几多系马莎呢？你先来看台样片，再过来谈几多唱歌哦。大家好，我是汉喜喜。我们写的一首歌叫做《边缘人》。我们每个人都有独处的时候。当你为边缘所苦的时候，不要感到孤单，因为有我们在，我们都是边缘人。爱是一片眼影，是片全莫宁。爱老起家动作好，肯给人，不过爱喊嘿，爱一扎人。起家动作更给人，不过爱喊嘿，爱一扎你。一扎片眼影，是片全梦影。爱老起家动作好肯跟人，不过爱喊嘿，爱一扎人。耶！安尼你下来分呀，嗨西西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孔球。大家好，我是文康。哇，孔球老文康哈，两个康呢来到节目当中哈，两三人加共下来唱歌的时间非常的投入。文康，你看起来好像唱的边缘人唱的要哭了，是不是？有哪个感觉吗？真的很投入。那刚刚唐你唱的时间，我听这个歌词哦，我就觉得其实每一三年都有安内走边缘人的世界，那种边缘或孤单，其实也是自己一个人很享受独处的时候。这种时间为什么会写亚苏歌曲？为什么想写这首歌？因为我们都是边缘人。那边缘人有时候会很想要去融入别人的就是社交圈，但是有时候真的去那边又觉得说，哦，好尴尬哦，好像又不喜欢，好像不是自己该在的地方。
为什么会觉得自己是边缘人？边缘的定义是什么？你觉得边缘的定义是什么？就是可能在人际关系很弱势，就是或者是不喜欢跟大家一起的感觉，我也不是想要比较独特一点。也不是，其实我觉得我们很孤独，对我们很想要融入大家，不知道如何做起。可是像刚刚一开场那个影片，你去共斗啊，如果所有的朋友吃动机改有的鼓戏，他们的音乐嗨喜喜的音乐会陪伴着大家，我觉得那其实蛮有力量的，蛮有力量。所以音乐是你们非常好的寄托，对不对？对。呀哈，嗨喜喜，时常蛮爱去表演哦。你们就用音乐交朋友，所以其实也遇见蛮多音乐上蛮不错的朋友伙伴们吧。对，就脱离边缘人的概念了。一群边缘人聚在一起就很多人。那个就是另外一个你们的团体啊。更多有没有冲着哈？像你们在写的歌里面，包含安嘎哈谈的边缘人，按那个。风格哈，其实它有一点内心诉说，或者有人把它归类为蛮文青风的，是不是？也许吧。你们平常创作音乐的风格是怎么样？各种都有去做，因为我们也有写台语歌，也有中文歌，也有英文歌，所以其实我们风格很多变。那客语歌《哈嘎沟》是最新的尝试吗？不是。是我们第3首一起写的歌。所以每一首歌都是一起创作。对，大部分是。因为之前呢，爱出堂康球去公沟，你小时候其实是一直参加客语演讲比赛。一次。我以为很多是100。故说你 CC 时间跟客家话请会讲没？不会讲，不过。试着去讲，试点去学习就是好的呀。对，还有老师会训练嘛，对不对？之前你没有感应比如说有单位客家的戏剧啊，也低度的音乐的演奏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其实跟客家音乐是不陌生的，也开始投入创作。那谁开始发起这个想要做客家音乐的？这首歌其实我们原本在做是中文，然后但是后面有一段就是有点像间奏那样，然后我们那时候我就乱喊了几句客家话，就是那时候就我脑袋唯一记得的几句，就是他们都会不用批啊，然后是爆忙啊之类的，然后他就觉得客家话也是很有趣的一个语言，然后我们就去问一些长辈，看怎样把它翻成客家话比较好。就开始了去客家歌嘞。因为两位呢都是客家的后生人哦，都是妈妈或爸爸都是客家人，所以你们是客家子弟哦。不是开始接触客家的音乐，我觉得它可以带来不一样的刺激。那为什么你们团名叫做嗨喜喜？就是因为我们家乡都在杨梅，那妈妈在同一年嗨喜，然后就有了你们2个，那我们就还蛮有缘分，后来在台北又相遇。所以你们以前是老同乡，就认识了吗？有认识吗？不认识，冇认识。我们全部就会用梅，但到台北因为音乐的关系结为好朋友。那你们其实应该都合作过蛮多不同的人哦。为什么选定彼此当成那个合作的伙伴？因为按你去从结婚相拥哦，它是有个约定，然后要一起做音乐，其实要蛮多的沟通或者一起创作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是他？那一次得名后，好像感觉有一点成就感，然后就想说试着继续去做。你们有一起参加比赛，然后有得奖吗？对。因为按呢？就对对方有信心。比完一个比赛，然后就想说，那就再接着做第2个比赛，然后就这样子累积了很多。然后边缘人又得到这个原创音乐大赛的2奖，耶！哇，所以就是也是战友喽。对。那文康呢？对于康球，他就是吉他来演奏嘛，然后你就是演唱，对不对？自己现在在跟他的合作上觉得如何？很好啊，很好，非常的信任他。
就有时候也会有意见不合的时候，但是最后我们都是目标都是都是一样，所以就觉得蛮合的。安尼真好，因为有乐团色彩冇简单哦。好，刚刚大家谈到呢，文康就是有非常清亮的嗓音，所以现在在教歌唱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康球就是在吉他演奏上也参与很多的演出，所以两个搭配起来都音乐后呢就有青岛的表现。有没有希望说，客语歌能够透过对，甚至这一次学习有没有觉得好玩的地方，或是很难的地方？其实客语歌或有一些就是腔调的地方，我们还是要慢慢揣摩。那如果有想到之后哪些歌可以变成客语歌词的话，我们也会希望可以尝试。就多尝试，因为你 CC 有参加客语演讲比赛嘛。对啊，我们是觉得客语这个语言很好听。可是文康就好像阿婆，然后妈妈是客家人，可是你自己卡冇基飞狗。那这一次要特别用客语来演唱，你自己觉得学习起来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？就是有些段落就是不太好念，像是奶呀，或者是有鼻腔的音，然后入声字。奶，好困给你。也是蛮好玩的，除了因为阿奶呢，更好更神奇的去下喊那都好歌曲哦。等下节目当中呢，继续同大家分享嗨喜喜两位好伙伴给的故事哦。哇，刚大家听到呢是咧认识婚赛咧首歌曲，记到一个翕一张影片哦。这个影片看起来觉得好惬意哦，完全就是一种旅行的心情。对，这是你们合作的第一首歌。对。为什么第一首歌就要写烟史呢？就是我抽烟的时候想到的歌。然后之前有一个比赛。然后我们就是因为那个比赛一起工作的，就是用这首歌，我去参加一个创作比赛，那个时候吉他手就找他，然后就得奖了。对，然后就让两个人觉得更有信心、更有默契了，对不对？对。虽然之后很多比赛我们都没有得奖，人生就是要再接再厉，不可能每一个比赛每一个都得奖啊，对不对？但是我相信你们的努力跟你们的肯定是有被大家看到的，对不对？也会觉得很高兴，才有今天能够坐在这里分享，对不对？所以第一首歌曲你们一起完成，但是这首歌完全是由文康自己创作的。后来有一起改编它。所以后来康球有加入改编，对，编曲一点点。不过之后就是都一起创作了嘛，所有的歌。那一起创作，你会觉得跟自己创作有什么很大的不同？一起创作其实比较快，反而比较快，因为我们就是逼着两个人就在那个时间就一起创作嘛，那就一定要产出作品，就想一想词，然后随便弹一弹，然后随便哼一哼，然后就随便就得奖了。然后就可以会讨论啊。那自己一个人做的话，就有时候会懒散啊，这样做一做就想说去躺一下好了，或者什么。可是像这样一起创作的时候，有没有遇到真的很卡关的时候？你们是要求每一次两个人碰在一起，就有作品就要完成一些什么东西吗？就是一起自己创作的时候，可能你可以掌握全部的东西，但是有时候你可能会太钻牛角尖。那一起创作的话，可能有另外一个角度帮你看，然后虽然可能会妥协一些东西，但是就是互相的，就是激荡。你刚刚有讲到2个字叫妥协，对，所以就是有的时候你觉得你自己的好像
觉得比较优，可是对方有某 Q 用给熊发的时间，你们怎么样解决这样意见不太一样的时候？吵架一下，然后他们会吵架。对啊，真的哦，常吵架。怎么吵架？是哎呦，你不要这样嘛，就这么温柔嘛。真的，因为其实音乐它就是蛮代表个人的，好，那就是人家说艺术家就是要忠于做自己嘛。各位用3音 Q 啊，合作的时间就会下用3音 Q 哈给东西，可是2个不一样的人一定有不一样的话要说啊。真的只是吵架完就可以解决了吗？吵架完可能就是去吃个东西休息一下，然后回来就一样要完成啊，然后就可能就用第3个方法再重新试过这样子。哦，所以其实你们2个人蛮能好好沟通的，是不是？吵完就没事了吗？他的 EQ 很好。哦，真的哦。完全不会爱，不会生气。会。那怎么办？可是就不能吵架，一定要有一个人是一个人在吵的时候，另一个人就要淡定，要冷静。所以你是淡定的那个人。他通常比较淡定。通常比较淡定。哇，你这伙伴不错耶。对啊，他很好。请好好珍惜他。哦，故事我就会安内哈。那目前合作到现在，其实你们从2016到现在成团也才一年多的时间，对不对？也没有很久，但是感觉你们2个的默契很好。因为我们几乎每天都有练团。现在每天练团。哇，安内真难得，因为我们常常说1个礼拜练1次，就是维持一个蛮好的频率的。所以每一天练团，所以你们的作品已经写了很多了。有蛮多的。很强哦，哎，第一排堂的很强，这个强就是很棒的意思，很强哦。台语。你会觉得语言很好玩，不一样的语言，一样的字，可是代表不一样的意思。然后我想，因为这样子反映在你们创作上，你写华语歌曲、中文歌，然后英文歌、客语歌、河洛语歌，不同语言的歌曲，有没有觉得在创作的时候思考的模式会有不同吗？对，不太一样。他其实台语是最好的，因为他台语的那个调他掌握得很顺，所以他会很快就进入那个声韵嘛，念几个字就变成很像一首歌这样子。不过我觉得台语也是有他自己的旋律，它本身就有旋律狗在里面。因为讲话像比如说我说用客家话，我说大家好，分享大家来สู่康复起来嘞，它就是一个旋律嘛，好，而且还有它的声韵跟节奏，每一种语言都有，它会帮助你们在创作的时候写出不一样的东西。对，不过有时候也会是一个限制，就是他自己就已经很有个性，就是他的那个旋律，所以有时候可能会写出很多很像的东西，那就是可能要写的时候可能要避掉或者是转调啊之类的，去不要被他框住。是，它一样也是很有帮助，但是就是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地方。哦，安尼就谈得出去的下歌曲有心得了哈。今天呢有跟秋叔，也是之前原创的得奖者，还有同时在这个我们客家电视台的戏剧里面的一个演员嘛，有一起合作，对不对？写了一首《百合花》的歌。百合花是一个乐团。对，那他之前也待过百合花这个乐团。哦，所以你们一起创作了客语歌。那首歌不是我跟他一起创作，那首歌是就是我在家里面睡觉的时候，他跟吉他手一起写的。然后你在家睡觉？对。那最后是你唱吗？最后我们也没有唱，好像就是他会跟吉他手一起唱。后来我离开之后，吉他手就是主唱，他们后来就有表演这首歌。怎么觉得这段历史有点心酸？没有，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快要离开那个乐团。哦，所以但是那个时候就是你开始接触到客家音乐的时候，算是第一次接触客家音乐，就是因为那个机缘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还是谢谢他们哈，不用有几笔，等于是他加工。对，既然共同案内哈，我们也特别准备，你看前面有2张很大的签，要让大家来透过节目呢。
同大家分享的一个创作，一人抽一个，然后打开让大家看是什么歌呢？然后请用客语大声的朗读出来。歌吗？你说说看，不要害怕，莫讲。好，慢一先。好，康球先。什么歌来让大家看一下？哦，太难了吧！从轻动啊，快对了哦。夹，从轻动夹啊！没关系，我教你。来，虫就是长嘛，墙，嘿，洞是南北的洞，给路的给，冲墙洞给。我对2个字。冲墙洞给耶，50分，还要打分数的哦。各位文康5个哦。哦，那你请简单。吹鸡瓜。哦，吹鸡瓜，也还红萝卜，还红萝卜。好，很多。造钱狗哦，造钱狗。其实这个找有不同的发音，可是为什么要讲造钱呢？就是我们要找钱给人家。这首歌是真的是你在收银台工作的时候、打工的时候的一个心得。对，去年的时候我在麦当劳打工，然后那时候是收银员，然后但就是常常被老板骂，还有被客人骂，所以为什么？因为我就是很不适合工作，会反应很慢，那记性很差。很温柔就对了，就很温柔的找钱。对，然后会找错，就多找给别人了吗？对啊，或是少找，然后客人就会回来，然后老板就会发现钱就是有差。哦，这也是编省冲走的动力。那长青东街呢？是我阿嬷家的地址。哦，阿婆家的地址哦。对。所以跟土地有关系，所以想念阿嬷咯。不是，因为就是我们一起回到杨梅我阿嬷家创作，才发现了哦，原来我们小时候是同乡。哦。对，就住在同个国小，我们。哇塞，所以你们是同学耶？对啊。哦，好有缘分哦。好，故事呢，亚述歌曲也算是纪念你们之间的情谊，对不对？好，等于意思哦，我看其实好像有青岛的想法哈，我哋透過人嘅想法不停嘅創造哈，等下將來呢，記得有青島嘅故事繼續留大家分享哦。大家進到福氣來嚟，今日嘅節目當中呢，邀請到了新嘅後生嘅客家青年來創作唱歌嘅團體，按到 HCC 嗨西西，當定一下溫控老控 Q 哦，再次歡迎你的，嗨！頭先談你的唱歌，有唱歌啊，有聊你們的創作啊，我覺得你們兩個是一個蠻黃金的組合耶。然後脾氣好像也蠻搭的，然後也願意一起練團，然後一起好像，然後經歷蠻多事情，然後一起去比賽啊，更多的創作累積。好，所以到現在也在醞釀有新的作品，對不對？對。之前才剛去日本參加音樂季啊。對，以視音樂季。那這個是你們第一次參加國外的這種音樂季的演出嗎？我們團隊。你們就是嗨喜喜嘛，對不對？個人是可能有參加過別的，可是嗨喜喜是第一次。哇，這個演出好像蠻特別的，就是一個完全是一個戶外開放的概念。對。有什麼收穫這次？這次就是看到他們很多人可能是樵夫啊，或是做農夫這樣子的人，但他們也是很喜歡音樂，那他們音樂也都做得很踏實，然後很好聽，那我們就覺得說，其實是任何喜歡音樂人都可以來做音樂，因為音樂就是呈現自己個人狀態的一個東西。對。所以這一次是，遙望着富士山，然後邊野餐邊唱歌，是嗎？對。那個場地看不到富士山，但附近看得到。你們是在森林裡面唱歌？對，那個森林就是那個魔法公主宮崎駿的魔法公主的那個山。
他的背景，所以有3首神。好梦幻。所以其实，在不同的演出有得到青岛某地方经验嘛，这是一个很好的养分。会不会因为这样回来，就特别为樵夫啊、农夫啊写一些歌了？有，真的、啊。我们写了，我们觉得有受到日本的那个，就是他们音乐很直接的一些方式影响，所以我们回来就很兴奋，就马上写了一首歌。真的、哦。但是我们是写给小6升国1的小朋友们。算是这样算童谣吗？不是。哦，你说送给这个年龄的孩子们，哦，那种心情的歌，叫做什么歌名？小6升国1。小6升国1，非常的直接，非常的踏实，可以哼2句。要吉他一下。哦，真嘅呢哈，你真嘅随时讲到出来弹。怎么有在唱那个唱戏的感觉？有一种奔放感哎。对啊，它算是一个表达内心的愤怒。哦。就是小6升国1是一个尴尬的年纪，很憋的一个年纪。青春期嘛。你必须要变成一个大人，但是你其实还是一个小孩，还是有小孩的心。一省期呢，安内创作跟能量哦。那像从不同的活动当中，可以帮助你们写了很多的歌曲嘛。那像最近也一直在忙着要准备最新的作品，对不对？最新的作品就是即将在明年想要出一张嗨嘻嘻的专辑了。这是你们首张的专辑。对。现在进行的如何？现在曲子大概写好了。然后就10几首在编曲、录音什么的。已经在进行了耶。正在进行。因为距离明年，我看其实也不过就这1、2个月而已，对不对？好，懂得金行呢，因为按呢在音乐专辑的制作人呢，也因为制作人的关系，让你们呢参加电影的配乐，然后参与在其中编曲，所以再次恭喜这个血观音，哇，传出很多的捷报哦，入围，对不对？对。那这一次的机缘，怎么能够有这样的机会？制作人为什么就觉得做你们专辑之外，还要把你们带到电影配乐里面？因为他人很好，他怕我们就是我们写了一首歌叫做《满树翠碧》，是跟一位叫做张雅纯，然后她是台湾岛歌女神，然后她写的词，然后那个时候她想要把它做成一首歌，然后就找我们帮她量身打造她的那首歌，然后写完之后，然后我们制作人觉得这首歌非常贴切那个电影，所以他就把它拿来做成那个主题曲。所以真的是很恭喜耶！所以在影展都传出捷报，就是祝福能够继续这样子长长久久，然后一直发光发热下去哦。好，既然讲到安呢，我想有很多感谢的话，刚刚有感谢制作人的吗？感谢制作人，感谢。还有没有要感谢谁的？你们应该要先感谢彼此啊。感谢你，谢谢你。这样的话好少哦，在节目当中用眼神的交汇，那个听众会觉得，观众朋友觉得我的听觉应该要多听到一些字。这样子，康球，你先来说说文康的什么啊？2个优点哦，很感谢他，很欣赏他的。他就是 EQ 很高，EQ 很高。还有呢？好像没有。唱歌唱很好听，很好听。然后他很自然，就是其实我以前会，因为我是读音乐系的，然后我创作有时候会觉得很严谨，但是他其实没有受过特别的音乐训练，但是他会很直接的就配着我随便弹的和弦或者什么，他就可以创作，所以我们的创作速度很快。所以你是科班出身的，对，所以你是学古典音乐一直到现在，对，好，很好，文康好棒哦。那文康的共一哈，你对康球给感掐，或者是你来说他的优点，你很欣赏他的。他的优点就是，
很努力，很认真，懂认真。懂努力，懂认真。懂认真，还有呢？还有长得很好看。很好看，好，董中烟。所以出去人家说，哇，吉他手好帅啊，是不是？对。韩公呢？有没有比较关于内在的？内在哦，想不到。很乐观。很乐什么？乐观。乐观。哦，乐观，很乐观，很棒耶！所以呢，希望大家都能够喊那朵爱冷音是害喜喜哦。如果大家想要更多的认识你们，我们应该要到哪里呢？要上哪里呢？可以到 Facebook 上面打害喜喜，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专业，然后就可以帮我们按赞，然后上面有很多我们的表演的讯息。然后英文要写 HCC 吗？对 ，HIGHCC， 高音 C。哦，所以希望大家听你们音乐都可以很嗨吗？对。鼓手呢，分享大家来支持也好上瘾哦。所以像这一次呢，害喜喜的组合也在原创得了这么好的成绩，也让大家耳朵跟眼睛都为之一亮。这是你们第一首客语的创作嘛？对。好，讲到呀呢，因为给当时比赛的时间呢，你们人在日本参加这个音乐季，所以今天到节目当中来，算是2个人正式用害喜喜来发表得奖感言，对不对？有没有什么特别要说的话？谢谢帮我们参加这比赛的3个朋友。他们很认真，然后他们其实不是客家人。我有跟他们聊，我说，你们唱的是什么？他说，其实我们也不太知道我们到底是唱的什么，可是我们就很认真，好哈嘎发，然后给练起了，然后和声唱得很漂亮。对，他们就是音都每个都自己写出来，写音，不要这样子。对，合音的音都写出来，然后字又用注音符号啊、罗马拼音。哇，好认真哦！所以非常感谢他们。韩哥呢，要特别谢谢妈妈，对不对？对，教你们客家话。妈妈帮我们改这个客家的词。你们大概花了多久时间把它学起来？其实这陆陆续续很长，因为即使是教了之后，然后我们平常没有在讲客家话，所以我们自己模仿妈妈的那录音档也模仿错了，所以我们一开始也有一段时间我们自己唱的词是错的，到后来妈妈看我们表演才说，你哪个字唱得怪怪的。唱唔收嘅，安尼，要不断的调整，对不对？一直调整。好，安尼更好，其实这样会一直进步哦。我发觉今天文康就开始有讲到客家话了哦，乐观。刚刚乐观是他自己创造出来的，对不对？就开始会有进步了哈。今日再次非常感謝兩位安之聲，非常感謝所有嘅朋友來收看福喜來咧，等下繼續聽聽先生來做運動了，張來了。